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杂志。美浓北太水做路唔系嘛个新闻呢？5年来，我哋留守记录报道美浓饮水的情形，韩国治理的状况。廿多年来，政府使的10个亿的经费而来解决水患。不过到今，就算最主要的美浓海整治工厂做好的救伤的，还是供应饮水。一路以来，我哋如果为水哦对水强拍拍的。讲的吃水，如何要想办法囤水，东亚提脑杯。故说俺能想象50年、100年，那会有一百亿太水，就也来做薄。没想到按多年来，薄做啊引来引过，水还是扑过来。俺能开始发现，也下是极端气候，太水怕冻唔喺度。但系咩思考方式也要改变呢？唔饮水，会比饮到奶气。不过过下面，政府的水利工厂还是抢人民讲要做工厂。作为含饮水，如果以落家太太热，就算事实证明，以海陆落家黑蒙斗伊的情形，已经引来因平常的。8月29，抗雨风吹来，中南部沿市一度蔬菜就变作洋洋洋。当接不太水的高雄民农也是按样，不过带啲较大量的蔬菜见面，就见准备好的。长途西凉板块是上多路行，当然提早当初头块是搬东西，阿冇顺势会个做东西。面对民农不太水问题，水利署做啲2007年就同民农列作当不太水的蔬菜水患治理计划度，中央管的河坝民农河，然后县市管的民农福安总政府生态排水，不利于整治的方面。同时由水利署提起河川局来主办整治工厂。这是我们水利署定的哈，就是说希望我们中央能够执行那个70%的一个工程，那县市政府的部分，它就执行30%的工程。只有高雄市政府的统计，2007年到廿下，民农地区投资的水利建设相关的预算就高达4亿9千万元。是按多钱？做乜嘅行为不太水呢？像这次康美台风，它就大概那个基堰水的位置就大概是在中正湖排水汇入美浓溪的交界地方，因为美浓溪的水量比较高嘛，那中正湖排水就排不出去了，在大概的基到那边，所以美浓的中正湖排水的那个水就整个就它溢出来。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雨降得太大啊，因为这个8月29号当天。它的24小时的降雨量是498公里，那这个雨量呢是超过美浓地区呢100年暴雨频率的475公里，所以它远远超过呢这种区域排水跟下水道的这种设计标准哈，所以水会溢流到这个路面。高雄市政府认为，抗雨风灾带来的海蒙钓鱼唔係當只看到嘅，不過考察山認為。极端气候的影响，民农當接會落超過當地排水標準的太熱，將會當接不太水。美濃溪的整治計劃，它也是用這個所謂的50年的黃洪的頻率去設計的。但是面對現在的氣候變遷啊，每一次的這個降雨啊，單日的降雨如果說超過350左右，那麼這個勢必會淹水的啊。所以說對於這個美濃溪的整治計劃，事實上需要再去做檢討。照水利署的美濃地區當不太水治理計劃，主要係同美濃河、然後各氣排比法作薄，同以水當結嘅流入水面嘅岐山河。不過幾隻地區都落定太熱嘅時節，主要嘅岐山河嘅水比美濃河行較大行較緊，美濃河把水根本冇辦法當順勢嘅流入岐山河。我們長久以來的問題就是要把水趕快排到大海，所以我們用堤防快速的讓它回到大海。那美濃溪的治理也是這樣子，他認為說，我們把水趕快排，但是他沒有先到大海，他先要到旗山溪。問題是旗山溪的水量比美濃溪還要大，經常就是下大雨的時候，它就匯不進去這個旗山溪，就是有所謂的頂托現象。因為按樣，美濃河流旗山河嘅集水後，難料康地區，就算係平陽地區，還係旱得有人帶。個美濃嘅水呢，嚇對美濃流下嚟過後都同阿些舊只都係個水一流一旗山河啦。
因為台北地形來講，講嚟全部算改大坨嘅地方，水太嘅時節，就全部有水啊。另外，自從旗山河和美濃河兩片嘅壆作以來過後，水唔會高向兩片較大量嘅所在流，係杜轉到水頭。美濃河從市區到旗山河高度所在將5到8公尺，採天然經驗，只要落2-3點鐘，美濃市區就會不太水。都上班要成果的啦，而家啲媽兩面做嘅都成果嘅，而且佢哋都年來嘅，佢當內部都把做好嘅，那再成嘅啦，嗰啲已經門過係。美濃人嗰筆著土福嘅一特別高，從90公分到20星期嘅屋嘅都離天內1-2米咁高，不過水還係一級一高。頭擺啊，差唔多30-40年前啦嗬，你落雨咩？水啊，差唔多入安尼最高安尼入安尼啊，我都係順安尼啊，順安應該唔會啊，都怪高嘅咩？你只有快水發生安尼啊。大家本水真驚嘅，搶做得自家想辦法。李連長林向業民生路大所在上節目到50公尺嘅東門排水，河背作嘅3米咁高嘅壆，路順一片，長達8多米，還係咁樣平平嘅鐵。林向業講，8月29日，大水就提一片關於民生路。而家水啊，佢陣陣有做山橋嘅安尼來嘅水，河把全部都來。水啊，安尼沖錯開就冇啦，水錯開就冇啦。本來都係堆嘅嘢啊，佢旁邊做個鐵盒呀，水都嘢啊，變來呢。林向業講，本來一隻河壆兩片咁樣平大，水變態時節就向兩片盤，一下右片嘅鐵柱愛起鑊來保護田丘作壆，大水就搶走嚟向左片走。對面本來有暗溝係？對面冇，衝下嚟，條把田丘呢邊田丘衝暗大啊，佢做乜不對面撞暗溝呢？是喎呀，啲土地要拓寬咩？因為咁樣，林向業都老市政府澄清，希望同左片嘅壆一作以來，不過長期關係美濃不太水問題嘅環保團體認為，咁樣那片有問題，就結合那片嘅作壆嘅方式。將喺淘汰水腳到 PVE， 不平兩片咧水，我流入個美濃海排出去，也排唔出去嘅。嗰度地方，嗰水本來排以前排嘅水咧，變排唔出嚟，唔會不太水變會不太水嘅。嗰湖頭地方本來都風範啲，明日會不太水，其實邊唔會不太水。呢度啲嘢一老人就講。作壆做件唔係簡單嘅。美濃客家文化呢，做起啲中政府 QA 扶持嘅範圍度，本單做較大量嘅素材，防禦風災帶來嘅好大意呢。美濃客家文化嘅體積呢，就差唔多1米啦咁高，都一下還看得到幾樣時大水同一片打到龍高高。美濃中政府承諾，當接獲不太水，事實上一到進水嘅區域，本單就係 QA 扶持。扶持敦內過後，管理單位土地和買貼，中政府嘅面積從頭擺嘅32公頃，一下將存到14公頃。台灣還有一個大臉盆的一個中政府，現在變成一個小碗的中政府，那當然就自工人我能力自衡呀。多年以來，中政府主要係強調美濃平洋嘅乾快用水，太水時節就敦下水頭帶來嘅雨水。故所建立項嘅風災警報發布，所有權人公市政府水利局作為同地管理單位公共農田水利費去標水。我呢要接到師傅那個師傅嘅通報來也好，我呢馬上跟區公所聯絡指揮中心，我呢可能1點，我呢又可能啟動水門，要先廣播完的時候，我們將去開水門。不過，當地里長就證實，中政府標水嘅時間有問題。8月29日，中政府嘅水將會盤高壆。
也中政府的本身水啊，伊坐唔理排唔理，都有3级水的时间有嘛吼，伊都呢坐唔理，过太点的一点嘛吼，安尼台风来上2礼拜有2个台风来，中政府水利局就先供水，真切因为就先供水，有泄洪，也拜旁边人讲啊，轻度台风，前一年都冇供水。高雄市政府水利局说讲，特别督导风采通知管理户要提早供水，迄讲伊无安排。过后讲扣假系农民当作反映，湖无水做咧做观光，也系公开，此道无格杀。有时候开得很快，结果呢水排光了之后，后来的雨水呢不如预期的时候，那就会影响到灌溉跟观光。中政府伫1984年准备划作风景铁天桥，伫2010年的通盘检讨度，虽然建议拖铁天桥扩大。要整数顺航8公顷的农业用地，不过整数喺为到爱起反复补贴一条老料的设施，因为按样民农的居民都反对。整数去变一个公园，没有什么生产力嘛，哦，无嘛个生产力嘅下，当然影响啊，人个后辈安生计啊。台北最严实的灌溉的问题嘛，哦，再来就相对都有防洪的问题嘛，哦，再来都讲啊，防洪的时间顺便来讲啊，吼，都可以做完了一个休憩，哦，休憩过后都会发展观光嘛，嗰种迷航的啦，唔见做唔得讲为了发展观光，来损害伊啊灌溉同防洪的功能啊，嗰啲人都讲本末倒置嘛。专门负责中政府风景铁桥通盘检讨的高雄市政府都发局讲到无限唔接受采访，曾表示中政府的通盘检讨既然纳入观光防灾一条大功能，水利局则表示会尽量来打合。如果以排水防洪的角度，当然我们希望的就是这个它能够扮演防洪这个减少这个洪灾的这种角色。但是因为立场不一样比如说观光跟灌溉本来就是跟排水防洪是有点相冲突的，所以只能说尽可能协商中政府的囤水量唔大，又无办法当拄好的脱水标贴，铁质河川局和高雄市水利局就认为，应该积极来做地方抗争反对业，当不太水政策计划的项目，包括了中政府排水泰顺桥的本房。老流庄排水掘水工厂，啲水头拖水掘到民农河的水面，太水则唔会流入民农市区。那如果说，有碳素小分洪，有流状排水、节流工程施作的话，这样就可以把中正排水的量把它分到下游去，那可以减轻这边的下游的排洪量这样子。不过民间团体认为，我反对大量的工厂。做喺按多摆不太水嘅原因，民农河水面水量太又假，本风土水根本流唔落去，到嘅样时同样会倒干。从下游河套对伊美个水本土可能，但是对比所有水全部国家提议你提供地方水位升高呀。本风相对本来从下游河套起来讲，也水位还是升高啊。升高总有嘅一种市区的地面来讲，还相对都唔掉啊。事实上，早啲2007年。民农民间团体和水利学者专家组织提出民间版的政策计划，主要是用钢线作民农河水头扣的河坝铺，然后扩大中政府囤水量，淘汰水流伫水头，流入民农市区的水就会减少减慢。各个国家联合来协助治水的这个知识的提升，他们大概都是用这种所谓保水，然后治洪。把这个水流在上游的土地里面达到最大的下渗、最多的迟滞，后来产生最小的径流的方式来治水。照民间团体的案说，民农河水头的河坝铺，长约15到20公顷，热深5到6米，足足的吨水70万到100万吨，吨水量更加系本风工厂本风量的3倍较高。按样的想法，也立未到去年高雄市政府邀请的荷兰的水利专家提的建议。But in other areas, and then you must look
how you can combine that with flooding in the agriculture area and make a compensation possibility, and how you can store the water when it is coming out of the mountains. Just at that place is, I think, very important. 如果说农田休耕的农田，我们再把田埂加高20公分，这样的话，就可以增加它的这个蓄水量。 再加上上游面有一些的滞洪的这个池大概有20公顷，那么这个水患就会减少非常的多。虽然高雄市政府也認同一樣嘅理念，設一出無任何嘅傳統嘅時間表，係喺20件通過嘅檔案不太水政策計劃度嘅本phòng工廠。高雄市水利局講，係因為也係無任何嘅法令做啲規劃河壩鋪。如果能夠變成自治條例的時候呢，那 這個效果應該會更好，因為畢竟呢，這個法條的一個規定，是這個公務員敢依法行政最主要的一個保障，不然很多的一個想法，有時候沒有法令來做基礎的時候呢，比較容易會造成一些障礙。都市計劃學者3年尾，也係風水政策小體嘅土地使用規劃，用也係區域計劃法做咗一套水條。 當我不太水敏感區域，或做不太水專區，也變天作國土保安用地，來囤太水，無天作需要那個立法。營建署花了很多年去辨識那個災害前述地區，包括洪水易淹，包括地層下陷、土壤異化，包括土石流災害，包括特定水土保持的這個地區這些等等。 你就是個案變更提區委會，把它通過了，就變成國土編定為國土保安用地。高雄市政府水利局亦表示，田橋邊劃作不太水專區，也係國土保安用地，證書嘅前動態條，農民嘅土地不應證書嘅無特農保資格，反彈或動態。他土地被徵用的時候，可能會影響到他的農保農民的這種身份。 那如果說能夠有相關的法規的制定呢，讓這個農田呢，往下降個幾十公分，那達到調蓄洪的功能，那它不會影響到他農民農保的身份。我相信說阻力會減少很多。學者民間團體3年尾，或做河壩鋪，牽涉到公共利益，做了提出完善的獎勵退場機制，也無聽錯需要用證書，做啲太水嘅時節，劈田橋來囤水。 洪水平原河川外邊要畫防洪的緩衝區，裡邊都是房子，密密麻麻。沒錯，你都密密麻麻，我也不現在跟你拆，但是呢，這個是管制區，你只要更新要改建，你就不能再建了。那我讓你容積移轉，我給你加倍的容積都給你都沒關係，讓你因為移出去賺了更多的錢都沒有關係，是為了整個公共利益。白天的時候。 但各位，你可能會有一個花3到5年的時間，去有一個慢慢透過這種配套計劃變成一個退場機制，不要等人要提出慢慢篩出來，還是講以唔嚴厲篩，還是要貼港州的也可以，你都比港州咩？但是洪汛期間，譬如每年的7月到10月是洪汛期間的時候，那都講公民呢，一段時間人家田地有可能會沉水，那都補償一段時間的一種港州田損害的一種補償嘛。 有學者更加指出，其實照土地證書條例第58條嘅規定，當自然災害時節，政府就利用徵用來取得臨時性嘅土地使用權，個本期損失嘅補償，就係當做地嘅方式，還唔是變更土地使用類別，居民平常還做得農地農用，維持作為農業用地，然後在農業用地裡頭去討論，是不是可以有比較這個 柔性的土地使用的類別的使用的方式，那進一步可以用土地徵用條例58條徵用的方式，那在徵用的期間就可以給這些農民他們適當的補償。台灣的現有法律其實就可以用了，那現在問題只是差別在於說，需要有一個有力的上位計劃去整合這些法令，來一起規劃而已。 可能扮演800億當我不太水政策計劃，大部分都係水利工程設施。不過，新年嘅保護，25年水唔會盤過薄嘅政策嘅工程標準，
做经营开5年，凊彩就破纪录，当接我出去8个年才我出去的太医。按多年来，呢度学者专家建议，还要就700国土计划，严格的执行土地使用分级。按呢，水涨有蔬菜蹲下来，站到天内下。呢個技術意識屬水作薄嘅水利工廠，而且還要投薄作結果嘅呢，要限咗力作結果嘅。